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最近鸟鼠引起的传染病这款新闻真多，在14世纪的欧洲嘛捌因为鸟鼠引起的黑死病造成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古早台湾嘛有过鸟鼠仔症，在日本时代要治疗鸟鼠仔症，传统的汉医有发挥伊真大的功能。迄当阵真侪汉医甲西医合作。我今日来讲日本时代治疗鸟鼠仔症的西医甲汉医。伫要讲鸟鼠仔症进前，我会先讲即阵咧发生的汉塔病毒，虽然嘛是为鸟鼠仔来的，毋过即个病毒甲病症甲英国的鸟鼠仔症是无同款的。即摆的病是可能会头壳痛的发烧，佮较严重的是会无法度喘气。毋过真少有人因为安尼来过身。伫古早伫欧洲死足侪人的鸟鼠仔症，伊毋但会发烧，佫会牵血啊，就是咱即阵讲的淋巴结会肿起来，会败血，甚至引起肺癌。即款鸟鼠仔症古早台湾嘛有。台湾真正有即个传染病的记载是1896年，甲欧洲相共，拢是因为无疫才会船啊载人载货传过来的。伊为千国沿海、广州、厦门，甚至香港甲南洋遐来的。头起先是台南安平遐足严重，过当当活鹿港嘛变真侪人着病。即个疫情就转为遮港口传去到全台湾。按照日本人的统计，1901年的时阵，迄年全台湾有4400外个人着即个病。真内底3600几个人拢过身，一直到1906年这段时间是即个鸟鼠仔症上严重的时阵，逐当过身的人拢足侪。即个疫情发生的时阵，嘛是日本统治的初期，总督府伊是用真硬斗的手路来治即个传染病，差不多要到1920年代的时阵。即个严重的鸟鼠仔症才真正无去，为着要防止即个传染病继续传落去，日本政府做的代志，即阵来看是真无人道。迄当阵所有甲公共卫生有关系的议题甲问题，拢有公家的医生来负责。毋过，遮个公家医生公医为着要达成因的目的，大部分因咧做的工作是拢甲警察配合。警察是佮甲当时才会保驾系统，才会保证咧监视所有的人的行动。因会固定做户口调查，会管制所有人口的迁徙甲出入。地方的厅长逐当拢爱拣一工做大摒扫，伊会先公布日期，过来就是迄工警察甲遮的保驾干部会去家家户户检查，除了看到鸟鼠啊。嘛会消毒，也有的所在，佫会要求讲，逐户逐礼拜拢得爱掠着鸟鼠啊，佫交出来，也若无佫会互罚钱。迄时伊嘛会甲病人隔离起来，也若晓伊讲真正有鸟鼠仔症的所在，甚至会放火烧。为着要维持卫生，总督府嘛开始做地下水道，甲一寡基础的设施。另外，伊嘛有规定讲，厝都爱起外悬，才会通风，才晒会到日头。另外是门床嘛，就爱架外悬，才会当避免接触到鸟鼠仔。也若鸟鼠仔症过身的人，
就要待伫至少3公尺较深的所在，惊讲遐的病毒卖走出来。当然后来嘛有注意风险，这个方法拢会当防止这个鸟鼠仔症继续混大。不过因处理的方法真硬，甚至会甲有住过破病人的厝，也是因消息讲规砖头真侪人着，全拢总放火烧，也是甲厝拆掉。无遐严重的是全规间厝封起来，1个月拢袂使出入。这款方法就是无去注重到讲破病的人甲伊的家属因的需要甲因拄到的问题，甚至因的物件财产会烧去。所以拄开始的时阵，足侪病人是毋敢去看医生，甚至毋敢互人知影讲伊着鸟鼠仔症。所以头起先日本政府完全无法度控制这个病情，因为伊毋知影偌济人伫倒位有着这款病。爸发现迄当阵的统计是变做日本人得鸟鼠仔症的人数比台湾人更较济，这若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看是无可能的代志。当时台湾人对这种这么严格的处理方式是足反感的。公家的病院甲隔离所拢有一寡公医咧负责，这个公家的西医甲警察是做伙出来巡查，看送因兜有病人。也医生嘛会去检验这个尸体，看讲过身这个人敢有着鸟鼠仔症。也若查到，因个会去通报，警察就会派人来处理。所以这互真侪人讨厌这个公医，也嘛着病人拢无爱去找医生。毋过一寡地方的头人，佫烦恼讲这个病人拢无去治疗，鸟鼠仔症就会愈来愈严重。所以因想到的办法，是要求总督府另外设一间互台湾人会当去的台湾人核输病的治疗所，就是互台湾人用家己的方式来治疗，甲原来公家设的隔离所是无同款的。日本政府后来怎同意这个要求，主要是安尼伊会当知影讲到底有偌济病人，也嘛较好去控制这个病。这个地方头人像李春生因就出钱，佮去找一寡较出名的汉医，因先伫艋舺保安病院、佮大稻埕济安病院，伫这两个所在，甲日本人配合，互汉医佮西医斗阵来治疗台湾人。这个方法对迄当阵真少接触到西医的台湾人来讲，是较会当信任的。也迄时头一个伫即间台湾人黑死病治疗所看病的汉医，伊的名号做黄玉阶，因为伊伫遐甲日本的西医做伙治疗，嘛真正互一寡病人好起来，所以去看病的人才豆豆增加。当然迄当阵日本政府伊互西医甲汉医负责的部分是无同款的，上接看到的做法就是若着鸟鼠仔症的病人来到病院的时阵，是先互这个汉医黄玉阶看，伊会开药仔互病人食，通常食药仔了会退烧，嘛真有可能牵核仔会变较细粒。毋过因为牵核仔大部分拢生伫过耳孔遐，迄粒若无消落去，手也是会痛。刷落来，因就会叫病人互西医开刀，手术了才搁请这个汉医开药仔互病人食。所以汉医是负责看病开药仔，西医负责手术。当然政府承认的是西医，所以这个公医西医嘛是负责监督这间病院，包括确定病人敢是真正得鸟鼠仔症，病院内底的卫生消毒做了敢有好，也若汉医因是咧负责看病甲病人治接。毋过这个汉医师通常已经伫当地看病真久，因颠倒拢会比日本西医较紧看会出讲啥是得鸟鼠仔病。因为要治疗鸟鼠仔病，互汉医甲西医有交流的机会。黄玉阶伫遐毋若看病开药仔，伊嘛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寡汉医，互这间病院变做是汉医师会当斗阵进修的所在。医生伫大稻埕成立汉医研究会，伫遐个邀请日本医生来演讲，讲一寡因过汉医未去学到的，像讲解剖学、
展示人身体内底内脏、人头壳内底的脑，也是互因看到心、细胞来解说逐个部位因破病的原因，也有解说咱人的消化系统伊的原理是啥物。因嘛捌互这个汉医师用显微镜来看癌菌，就去对照这个癌菌的图来理解癌菌安怎互一个人会破病。这嘛是一种互台湾人会当偷偷接受现代卫生、清洁消毒甲隔离这款观念。因嘛捌叫汉药商做伙来参加药学的感示会，另外嘛捌斗阵带去台北病院去参观西医是安怎甲膀胱结石开刀做迄个手术，了解讲西医的外科安怎治疗。因为这汉医对防治尿痴仔症有真大的帮助，所以1901年总督府怎开办汉医科试，发台湾医生的执照。黄玉阶是头一个摕到这张执照的人。后来这个汉医师伫防治别款传染病嘛拢有斗骹手。不过这批差不多2000张的执照发了，特别是1920年代了后，台湾的公共卫生变好，传染病嘛变少啊，西医的教育嘛愈来愈完整，所以传统医学、传统汉医的地位就拿来拿歹。这毋那是伫台湾，伫日本更较严重。日本伫明治维新了后，医学就全部改制，传统的汉医拢总爱学西医。所以台湾的汉医这个职业嘛愈来愈歹，受到这款压迫，伫日本、伫台湾拢有出现汉医师抗议的活动，因是要求讲因的专业都要受到尊重。迄当阵这个运动叫做封汉医德复兴运动。不过政府也是为管制汉医的方式，嘛一直继续推动西医的教育，所以合法登记有执照的汉医师就拿来拿照。毋过若看迄当阵的资料，台湾汉医师咧减少，毋过汉药房煞哪开哪侪间，这嘛代表讲一般人咧看病的习惯无遐尼紧的改变。台湾头一个摕到医学博士的杜聪明，伊就真有远见，伊迄当阵就有去研究用现代药理甲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汉医，伊要互汉医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伫1928年，伊就规划要设台湾的第一间汉医的病院，毋过无成功。伫战后1946年，伊咧做台大病院的院长的时阵，嘛有规划要伫病院内底设一个汉药医疗科，结果嘛无成。后来伊佫去设高雄医学院，才设一间汉医研究室，也嘛伫学校内底教汉医。毋过到后来有政府举办的汉医科试，甲伫医学院的教育体制内底有汉医研究所，嘛着爱阁过几若十冬，足慢才有的代志啊！一直到即几冬，咱豆豆会当看到有愈来愈侪医生因读西医，也嘛会去考汉医执照。汉医伫现代化的过程有经过足侪遍的调整。毋过伫日本时代，这个鸟鼠仔症真严重的时阵，互汉医有伊发挥的空间，也嘛改变这个医生的一寡观念甲做法。另外，咱嘛会当看到咱人的生活文化，甚至看病的习惯，毋是强制就会当连病改过来。日本统治的初期，公共卫生甲西医拢拄着足侪阻碍。台湾人伫迄当阵嘛想办法咧争取伊家己愿意佮会当接受的治疗方法。汉医甲西医为着要治疗这个鸟鼠仔症去合作，这件代志无论是对殖民政府来讲，也是对西医后来发展来讲，拢是有帮助的。鸟鼠仔症后来佮再出现伫台湾，是战后1946年，毋过伫1953年就真正完全无去啊。我今日讲的内容大部分是蔡玲仪医生伊写伫伊的论文，题目是日治初期鼠疫防治甲现代台湾汉医的生成，是2020年的硕士论文。有兴趣的人会使去找蔡玲仪的论文来看卖。今日我先讲到这，大家若有任何意见想法，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
若喜欢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也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